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风台上新的消息。这个烟花风台继续咧增强，昨暝已经将做中度的风台，而且这个风台目真清真明，强度是愈来愈强。啊，讲这个风台前进的路草有小可偏去伫北平，所以这个风台中心应该是会为北部甲回过，但是散动的速度真慢，所以这个暴风圈是愈架愈胖愈大颗，威力是愈来愈强。气象局按算阴暗要来发海上的警报，明仔载中昼来发陆上的警报。啊，为下晡到呾，北部甲东部的雨已经是安尼一阵一阵，为明仔载开始一直到拜六，这个雨会愈落愈大。北部的山区爱严防豪雨，请咱的乡亲时代都要做好着防台的准备。为卫星分度来看，中度风台烟火看起来真值钱，目前已经到中度风台规模，未来有可能会继续增强，变成强烈的风台。台风眼呢打开，就表示说这个台风它的结构非常的好，是一个完美的台风哦，还有可能会有这种双眼墙哦，等于是2个墙的这个作用。它接近到台湾的时候，恐怕它的这个结构呢都维持得这么的好。这个烟火风台目前以每小时差不多10公里的速度，慢慢来向西边行，数真侪水汽。目前各国估计路线拢是往北偏一丝啊。可能会回过北台湾，不过部分款依然会看到陆地带来真大的危险。气象局拍算伫明仔载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台湾的东北部跟台湾北部海面这个方向前进哦，以目前最新的这条路径的预测来看的话，其实它相对昨天是比较偏北边一点的，可能会来到中台的等级比较上限的部分。下晡湘北、基隆、宜兰、花莲东部地区会落尽雨，北部的山区嘛同款。啊，若明仔载中部以北有局部大雨，其他地区嘛有雷雨发生。啊，若拜五、拜六因为风台靠我台湾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风嘛较透。所以讲目前路线小可向北边过来，不过受到大溪我带环流的影响，加上南海这个查帕卡增加真济无稳定性。烟火愈我台湾，愈成咧拍水群，连伊向北，连伊向南，风台中心敢会定律，只要阁真歹讲，不过风甲雨所带来危险，提醒乡亲要做好相当的准备。